今集分享高峰農場參觀經歷。我哋先搭船去到農場，落船後大家急不及待去嘆下午茶。呢餐英式下午茶自助餐都算豐富，有好多點心選擇。飲品方面冷熱都有，天氣凍最好飲咖啡。嘆完下午茶之後，去到今日最精彩嘅部分，就係去參觀動物。開始睇嘅係當地嘅黑毛豬，然後就係牛，有嚟自高地嘅犛牛，仲有其他品種嘅牛。最後睇一睇羊，見到有山羊，仲有比較特別嘅駝羊，仲有一隻可愛嘅白色嘅驢。睇完動物後，睇表演。先係由牧羊狗將羊趕返嚟，然後將隻羊捉住，跟住熟練咁樣幫佢剃毛。呢個係剪羊毛表演。睇完表演之後，坐船返去完成今日嘅旅程。